上一天版面它就抬高它饭局的价钱啦。一大堆网美每天呐 ，FBIG 啦，我讲坦白话，你直拍片下呀，要拍的跟肉片一样。然后讲句实在话，每天住 W Hotel 哦，可以每天住台中林饭店，可以每天住高雄林饭店，可以每天住希尔顿。我请问一下，都没有看到你在工作啦。你可以每天在无边际游泳池拍完美照，你懂吗？可以每天做嘎奶啊，做鼻子开眼头、开鼻子、削嘴巴。我可以跟你讲，你懂吗？我看做啊，你了解不来？刷怎么刷10秒不要停来，刷下去刷10秒不要停。我现在给你们看网美造假的证据，为什么他们要包装？我讲给你听，仔细看哦。现在我就是针对所有破万赞的网美，针对所有破1万个赞的网美，大家看清楚哦，看清楚哦。没有人爆这个料，我来爆这个料，为啥？因为我讲谈北维啊，不要再包装了，你懂吗？来，现在看清楚，想看大家想看，想看现在每个人帮我刷一整排爱心，来刷爱心刷10秒来，刷爱心哦。现在先开始分享最多公开的人，公开分享的人，等一下我用电脑公开抽奖抽最多公开分享的人，抽发爱心，还有抽 iPhone， 抽 PS5来，开始分享。分享越多，公开市场排名越高，机会越大。有人分享1次拿不到，分享5次就拿到。开始分享来，刷一整排爱心，刷10秒不要停。刷10秒。来，想看的大家想看，现在刷爱心刷10秒不要停来，刷10秒不要停，开始刷，开始刷，刷10秒不要停。同学，我跟你讲哦，网美怎么造假，你们知道吗？我现在开某某人的粉丝团给你们看一下，哦，你们看清楚哦。看清楚哦，人家好几万个赞呢，每一个都一样，每一个都一样。我跟你讲，这些网美等一下最好赶快去删你们的粉丝团，把你们所有赞助全部删掉。为什么？因为等一下记者就开始抓了，记者就开始抓了。明天所有一大票网美被抓出来，我操啊！这赞助都造假呢？为什么？来，我开给你们看来。来，现在哈，同学仔细看哈。这是某某一个网美哈，有好几万个人赞哈，你看他的赞数来看他的赞数来看一下，每一个赞数你把它点开，好几万个赞点开，来全部都是咕噜咕噜的，来看一下，来全部都是什么伊索比亚啦、刚果啦、纳智啦、非洲啦、南非啦，来我开给你们看来，每一个赞数都是咕噜咕噜，你看一下，哇，好几万个赞，好屌啊！来你看买嘞。每一个网美哦，哇，1、2万个赞的网美全部都一样，你看一下，所有的赞数都不是台湾人，都不是亚洲人，都不是马来西亚、新加坡，都不是，完全哎，这个更扯，你看这个，点下去，点开来，来咕噜咕噜一个，来咕噜咕噜一个来，我个点来弄免可鲁啊，好几万个赞来，你看一下，好几万个赞全部都是咕噜咕噜来，你看一下来，你看买嘞。无甲一个台湾人啦，好几万个赞来，无甲一个台湾人，无甲一个亚洲人，你看卖，来，佮一个个女汉，点诶，这毋是泰国诶，啊印尼诶，哦，来，这个毋是泰国印尼诶来，全部拢是咕噜咕噜啦，有看到无？全部拢假诶啦。你知道买这个赞数多少钱吗？知道买这个赞数多少钱吗？来点开来，又个是一个咕噜咕噜啦，你看卖咧，来。请问一下，同学，全台湾这些网美，我请问一下，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啊？你知道买一个咕噜咕噜的人数多少吗？想听打想听来，刷一整排印刷10秒不要停，刷一整排印刷10秒不要停，想听打想听来，我开始计时，开始计时，等一下 BB 声到，我用电脑公开抽奖。BB 声到，我用电脑公开抽奖，抽最多公开分享的人，来。BB 声到，我用电脑公开抽奖，抽最多公开分享的人。你分享越多，公开分享排名越高，机会越大。等一下送 iPhone 玫瑰金，送发财金5万，来开始分享。你分享越多，公开分享排名越高，机会越大。有人分享1次拿不到，分享5次就拿到。开始分享来，想听打想听来。哦，什么网美？不要知道哪个网美了。等一下，你们就搜寻每一个所谓的网美按赞破万的全部给它点开，全部给它点开，你看一下它里面是不是全部都咕噜咕噜的啦？
你懂吗？我讲给你们听啦，他买一个那个咕噜咕噜的外国人来按赞8分啦，8角啦，8角啦，8角啦，买10个人8块钱啦，买100个80，买1000个800，你懂吗？诸如此类，以此类推啦。买一个咕噜咕噜的来起赞，我会记他8角啦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来刷怎么刷10秒不要停来。来，我讲给你听业界什么1线完美、2线完美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今天我已经觉得已经有点疲劳了，我一定要把这一段讲完来。来，刷怎么刷10秒不要停来，不要问哪个完美，你们去搜寻 FB， 只要有破万赞的完美所谓的完美破万赞的全部给他点开，全部都咕噜咕噜的，全部都是咕噜咕噜的，为什么？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们知道吗？来，刷整排刷10秒不要停，刷整排爱心刷10秒不要停。等一下时间到 ，BB 声到，我让电脑公开抽奖抽最多公开分享的人，分享越多，来排名越高，机越大。有人分享1次拿不到，分享5次就拿到。开始分享，等一下分享最多的朋友，等一下抽发财金、抽 iPhone、抽 PS5，还有抽黄金来。开始分享，现在来刷爱心刷10秒不要停，刷爱心刷10秒不要停。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这些所谓的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些假完美，他们要干嘛？你知道吗？第一个，来垫高自己的身价嘛，接饭局的价钱比较高嘛，不然就到新加坡的花场去接花场嘛，到新加坡的花场接花场嘛，不然就是干嘛？你知道吗？来，自己把自己好像造作的来水涨船高的身价干嘛？你懂吗？有些要去接 S 的，你懂吗？讲说自己多红要多红，你懂吗？讲懂我的意思吗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它价码会比较高。再第三个，他们跟厂商接业配就说我战术好高你要给我多一点的价钱。这些厂商里面被耍了，你懂吗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他帮你 po 一则业配文上去，帮你 po 一则业配，哇，你这个东西好好吃来，结果呢，上面点赞的全部都是咕噜咕噜的，你懂吗？全部都是来假赞的，我刚点给大家看的全部都是假赞。等一下你们可以去看全台湾的什么所谓的什么网美FB 只要破万赞，你懂他点的，都给他点下去，你看一下里面是不是全部都咕噜咕噜的？你去看就知道了啦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来刷怎么刷10秒不要停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他们今天在做这些事情，就是为什么垫高自己的价值，没有一个有正当生意在做。没有一个有正当的收入在做，每天可以住希尔顿，每天可以住 W Hotel， 每天可以住台中林皇宫、高雄林皇宫，真笑钱从哪里来？钱从哪里来？永远去拍照，只有自己在独照，她男朋友在哪里？她老公在哪里？她姐妹在哪里？不知道，没有看到，永远就是她在独照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谁帮她拍的？有very good beautiful 的摄影师，你要该我意思了。来刷怎么刷10秒不要停。同学，你们懂我的意思吗？懂我的意思吗？让边科路来刷怎么刷10秒不要停，就是这个概念啦。还有我要跟这些记者讲今天我是非常欢迎来有志之士加入我的团队，不管是一般的助理主持也好，直播主，我都很强烈的呼吁，都可以加入我的团队。只要你想要年薪破1000万的，我都欢迎你。只要你有才能，我都欢迎你来，你懂吗？不要在那写什么后宫什么争宠，这 key 也被争宠，被争宠下，被争宠下，懂我的意思吗？好不好？他从头到尾就不认识这个人。这新闻也是今天我老婆传给我，被臭骂一顿，你懂吗？我老婆，你嫂子打传讯息给我来，龙门可鲁见面很出席啦。我老婆打电话来把我臭骂一顿说你又在搞什么飞机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嘛就不来呢，这些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呢，从头到尾我不晓得呢，你懂吗？就单纯是这个 M 小姐想红，想要垫高自己的身价，你懂吗？然后去爆这个爆料。我讲句实在话，这些记者，我希望你们可以我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的去做一下功课啦，不要今天化解一下谁姐囝，你懂吗？我真的很讨厌人家这样子的。我老婆都叫我洗碗
我老婆叫我洗碗啊，每天都要洗碗啊，男人就是累啊。来，提边屌你们懂我的意思吗？同学们懂我的意思吗？好不好？来拍谁哈？所以我要跟大家讲，就是说，你们懂我的意思吗？高法兄晚上好啊。所以说，今天这些记者，北下你了解不？下什么翁玲玲跟谁在吃醋，还不可能的代志啦，你懂吗？他以前的工作是在九马弄当柜姐，后面才转账这个直播的。他以前没有在做什么所谓的什么网络上的工作都没有。他的粉丝团 IG 来开多久了？开几个月而已6-7个月。开6-7个月。现在专柜小姐做8年。他以前专柜小姐做8年了。对。来这边几个月而已，追踪破7万人的啦，6-7万的啦。来站我旁边，光2-3个月，10月26开始嘛。10月26号开始到现在，追踪已经快破7万人了啦。那是 IG 的哦，还不加 FB 的哦，加 FB 大概10万人啦。3个月来站我旁边，追踪快10万人啦。你们看屌不屌？懂我意思吗？好不好？来刷什么？刷10秒不要点。有懂我意思吗？同学来，香港的朋友你好，我要跟你们讲，他10月26号来我这边到今天，你们算几天？算几天就好了。追踪 FB 加IG快10万人啦。请问一下，哪一个站我旁边的哪一个不红嘛？哪一个不红嘛？哪一个没有流量？懂我的意思吗？要记得，要记得，这些记者在做新闻的时候，我希望你们拿出你们的专业出来，不要叫欧贝伯啦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也跟你讲啦，不要去用我们要去让别人垫高他的高度，你懂吗？什么一些网美有的没有的，等一下你们去看，记者每个去看，看每一个破万赞的。去看里面按赞的是不是全部都咕噜咕噜的？你跟我讲一样，来，要记得，我今天要讲这个那么简单我要跟你们讲，哪一个站我旁边，哪一个没有红的啦？哪一个没有红的，好不好？谁我就不要讲了啦。要感谢我啊！人若辉煌莫忘本，树高望上莫忘根啊！你懂吗？我要记得，我要跟你们讲啊，来，要记得，今天人。你有什么格局，你才有什么样的结局啊？一个人要成功，跟着什么样的人混最重要？跟着什么样的人混最重要？我不骗你啊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好不好？就是这个概念我常讲啊，根乃树之基啊，人得乃人之本啊，根乃树之基，得乃人之本啊。人若辉煌莫忘本，树高望上莫忘根啊。多少男男女女在我身边，哪一个没有红，没有赚到钱的？哪一个没有红，没有赚到钱的？男生也有，女生也有，你懂吗？他们最该感谢的不是他们父母，是我连千亿啦，是我连千亿啦。哪一个在我身边的男男女女，哪一个没有在我身边赚到钱，没有赚到知名度的，都有啦。懂我的意思吗？没有我捧他们起来，他们也没有办法到今天啦。懂我的意思吗？我不是要邀功说什么我这样哇谁，我不会啦。我只要讲这个说，今天这个 M 小姐，我给你机会来站我旁边，为什么？有翁玲玲，有张嬷嬷，还有最近一个妹妹要来这边跳舞的，还有最近2个新的直播主，都以前做17直播的，全部都加入我的直播主的经纪公司，这些人全部加入我直播的经纪公司了。后面的人很多，并不是只有这个什么 M 小姐，你懂吗？我讲句实在话啦，不要用我炒新闻，我很讨厌人家用我炒新闻因为我跟你讲，太过分的话，我跟你讲，我让人炒到爆掉。当年有一个人就是用我炒新闻炒到自己爆掉，为什么？很简单我就有法度我跟你讲真的，我很有办法如果要把过去的事情都起底出来的话，我可以跟你讲，我不怕起底我就是黑嘛，我规身躯乌蛇蛇，我没有啥黑到发亮，但恁袂看没有我压起盖起来，好不好？要记得，来刷什么？刷10秒不要停来，拢免考虑来，现在仔细听我今天就讲到这边。等一下你们自己去看，只要破完赞的网美都点进去看，看一下是不是咕噜咕噜的，好不好？就是这个概念。